Music taxi，下個 taxi。衝客小王出發嘞！爸爸，大家好，我是羅文玉，我是羅文玉，又再一次要歡迎大家能夠收看我們的唱客小黃。那今天呢，要介紹這位來賓呢，他在我認識他之前呢，我就覺得這個人就以前比較像那種張信哲的感覺，聲音非常的清亮，然後很優美。然後後來當我有一次董後呢，他實在太會搞笑呢，而且是冷面笑匠。然後呢，他是從新加坡來到台灣圓他的音樂的夢想。我們歡迎黃靖倫來到我們的唱客小黃。Hello， 哇，大家好，係黃靖倫啦，本人蘇康，衝客小王，衝客小王，大家都比較不曉得說你是客家人，你是哪裡的？新加坡哪裡的客家人？新加坡的台埔，大埔。那你要教客家話，教客家。這跟你好像很有關聯的。這就是小胖老師，因為這跟你當時去參加歌唱比賽，超級成功抬頭，常常這個老師會跟你講這句話嗎？這是他的口頭禪啊。加油！好嘛，加油好嘛，加油好嗎？好嘛，這真的很蠻討厭。這很實用啊，加油好嗎？那今天呢，你為我們準備的是哪一首客家歌呢？今天準備一個，我覺得是身為客家人應該都家喻戶曉的一首歌，是一首叫《四季歌》。四季歌，好吧，唱客小黃，我要去找人哦。你要出發前，我跟你講一句話，是加油。馬上現用了哦。等我回來，你先練一下歌好不好 ？OK。今日假使唔很粗鬆，我哋咧衝客小王同我哋講唔可以來味，我哋就會有專門嘅歌手獻唱，創一條好聽嘅客家歌本堂哦。最面我對下茶時間愛學一句客家話，禮拜嘅茶啤酒完全免費。禮下呢，我哋出嚟看看來味朋友可以操作我哋咧衝客小王。黃靖倫，來。哇，真的不好意思哈，剛剛還跌倒哎，哇，不過也讓我們客家男人有機會表現一下英雄救美的感覺。然後請問你貴姓？我姓張。張小姐啊，那你坐在黃靖倫旁邊，對，感覺對我很緊張。可是，因為你是問他，不是問我。那請問你要去哪裡？我要去那個民權公園那邊。民權公園是。那出發之前呢，我教你講一個開頭的一個3個字的客家話，叫做出發嘞。出發嘞。準備好了。衝客小王，出發嘞！你是客家人嗎？我算半個客家人，可是不會講客家話。我不會講。靖倫有在這個整個路程裡面，也要唱一首客家歌給你聽。對，而且可能還會有談戀愛的感覺。真的嗎？我蠻擔心，聽完你就不想聽你阿姨唱。那準備好了嗎？就直接來咯。來。春天來到，百花開，夏季審美叫냠냠。中秋天到，熱炎炎，冬節過踢要熱烈。春天來到，百花開。審美叫냠냠，中秋天到，熱炎炎，冬節過踢要熱烈。唱英文。好難的，等一下，中文好不好？中文，英文唱給他聽，翻譯一下。1、2、3。春天來到，百花開，夏天蟬兒叫連連。中秋天上月圓圓，冬節過去又一年。一年四季秀連連。怎麼樣？
有点吓到，太好听了。真的吗？哇，客家歌这样由他的嘴巴诠释出来，很不一样。真的，而且翻成中文版还是有押韵。路呢很快，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民权公园带。民权公园啊，你是要去在下车以前呢，我们要给你这一个车子的账单多少？啊，好了，我想这个要教你一句客家话，加油好吗？哎，加油好冇？对，加油好冇？哎，加油好冇？你对着我们的镜头说，加油好冇？哇，哎，很标准呢。真的？那你认识这个人是谁吗？这个人应该是这个胖子。对，没错，他是个胖子。如果以后你的朋友想要减肥瘦不下来，你也跟他讲说加油好冇。所以下次看到有人跌倒，你要做什么？加油好冇？没有，你要扶他起来。你不能扶他起来，再跟他说加油好冇。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唱客小黄，谢谢，拜拜喽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好，要记得看我们节目哦。好，再见。唱的这一首歌《四季歌》，对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文艺、很这个把客家童谣，然后表达出一个这种让人家很朗朗上口，然后很舒服这样。新加坡就不能唱四季歌啊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。中的冲啊，那人家天然的哈，阴阳西归。我们那边要听，我们那边要唱夏季歌。哇，冲客消防，哎呀，韩医师再跟大家见面哦，拜拜，啾咪。